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月1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9篇第50到37节，以赛亚书51章第1节到16节，马太福音第12章第15节到2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安慰。耶稣基督伫山顶咧教世人的时阵，伊提到着讲，为着做悲伤的人是偌样福气，上帝要安慰因。耶稣基督代表上帝甲人同在，因为伊的名叫做以马内利，这也就是伊降生的目的。就是要赏赐伊的同在甲安慰。圣经中间有侪侪所在用安慰的话语甲应允，彰显着上帝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，伊是赏赐大疼痛的上帝。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4节到第5节嘛是安尼讲。伫咱的各种的患难中，伊安慰咱，互咱会通用伊所赏赐互咱的安慰，去安慰遭遇着各种患难的人。就亲像咱甲基督同受侪侪的苦难，咱也借着基督得到侪侪的安慰。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迄个暗暝，天使天军来旷野中的各样的人显现，就是展现着上帝的安慰甲赐恩。主差遣天使天军，到伫无人要插这阵旷野中的各样的人，因的中间，不但安尼。上帝阁互因，诚做迄个得到耶稣降生救恩的第一手的资料。上帝也应允咱讲，咱的岁月伫你的受气下面来缩短啊，咱的性命亲像一个土块就消失了。咱的一生的年岁只不过70，若是往行会通到伫80，但是所会上得到的只是劳苦忧愁，生命一万年就无去。我拢要亲像安尼飞走。这是诗篇第90篇第9节到第10节所讲的，所以以赛亚先知伫面对受领的以色列人民，伊安慰因讲，先知嘛要邀请以色列人来思想因的先祖亚伯拉罕以及撒拉，因过去嘛是一个无仰望的人，因为因非常年老。却无有子孙，但是嘛，因为上帝的怜悯，赏赐因有后代济济。以赛亚先知甲以色列人讲，圣经的记载，上主讲，仰望会通得到救援，找求我帮衬的人啊，恁拢要听我的话。想看卖恁的源头，想看卖恁的背景，佮想看卖恁的祖先亚伯拉罕，想看卖生育恁的撒拉。当我呼召亚伯拉罕的时阵，伊并无囝，但是我赐福互伊，互伊有无数的子孙。我要对耶路撒冷施了
人民，要安慰住伫迄个趴远的厝顶款。我要互这个荒废的土地，亲像爱甸园。我也要互这趴远的所在，成做上帝的回应。伫迄个所在，一定有喜乐，有欢喜，有乐乐，感谢的声。以赛亚先知又搁摕到上帝对伫这个哀求伊的拯救的以色列人的回应，安尼讲着。上主讲是我安慰恁，你为什么惊吓？特别死的人，因看袂到比花搁较长命。恁袂记这造你的上主吗？什么人天开天？什么人立这个地的根基？你为什么总是惊吓的逼迫你的？惊吓的想要别顶的人会受气，因为受气袂会伤害你。受困迫的人特别得到自由啊！因会得到长岁寿，会得到饱足。我是上主，你的上帝。我的名是上主，万军的统帅。我震动海洋，和波浪来野营。我铺天也立地的根基。我对耶路撒冷讲：你是我的子民，我要用你来传授我的教示。我用手保护你，所以咱知上帝是保护，是安慰，是互人得救，并且受这个困迫的人要得到自由的上帝。拯救人，互人得自由、得平安，享受安慰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。马太福音12章15节到21节嘛安尼记载。耶稣听到这个消息，就离开遐，侪人来对伊，医治好因所有的病。吩咐因毋通将伊所做的事来四界宣扬。这就应验着先知以赛亚所讲的：看，伊是我所拣选的仆人，我爱伊，听伊，喜伊。我要将我的灵赏赐予伊，伊要向万民来宣告我的审判。伊无争辩，无喧哗。伊也袂伫大街顶悬来喊话，地上的草，伊无要压制；伫要火的灯火，伊袂甲伊拍熄。伊要坚持正义，直到正义得胜。全世界的人民拢得爱将愿望寄托伫伊。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愿望。伫公元2000年的福音运动，就是取名叫做“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”。是啦，耶稣基督是现代人的希望，是世间人的愿望，是你我的愿望。既然安尼，咱就应该得爱学习。将所有的需要来向伊讲，因为伊讲，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会通到我这，我就要赏赐互恁得到安息。这是主耶稣基督互咱的应允，是伊的工作，也是咱的福分。所以，
咱着爱掠着即个祝福，学习每一工真固定的读经、祈祷，甲咱的主耶稣基督建立即种真稳定、亲密的关系，咱就要得救，就要得到安慰。诗篇89篇第59、37节，篇幅较长，则请兄弟姊妹家己来读。这是咱的祈祷。感谢主应允赏赐安慰，阮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境况，拢会通得到救恩。特别伫咱心内忧苦的时，会通得到主的安慰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